宝林地势食安的死亡事件目前了解，中毒的人客拢有点擦几啊条，也是河粉。这物件感觉是不中毒有关系，目前嘛已经展开调查。 宝林地势表出事案风暴，造成2人死亡。有病院小所通报有人去就医。住伫台南的老小姐看到新闻，才想起伊离时甲朋友出北，去食宝林地势2只河粉了后，迄一暗就开始走北。觉得全身发软，然后在床上是完全爬不起来的状态，开始有点忽冷忽热，我就在家里上吐下泻，对，状况有点严重，所以我就立马打电话请我的家人回来带我去看医生。 老小姐迄阵感觉两完全无够熟，最后是硬甲伊食了。根据卫生局提供的资料显示，目前通报病例因食的物件，发现这的人拢有食几啊条2只河粉，或者是泰式炒河粉。整个吐出来的时候，我还看得到板条，对，就完全很明显就是有板条这件事情。对，其他食物都不太在了，就只剩板条，看得很清楚，因为一直吐出来都是板条。我这样大概上吐下泻，吐了4次，然后拉了5次。 宝林地势是咧卖马来西亚南洋风格素食料理，台北县机关东百货13店左右到期，原地要伫3月30日结束营业。即马所标出人客去用餐，出现吐、走白，甚至破心休克等症状。阁有一个66岁查甫人，早到去食炒粿仔条了后，身体无爽快，伫成功病院用ECMO抢救，最后由原不治死亡。那病人的酸中毒比较厉害，那有多重器官衰竭的现象，所以住到加护病房来照顾。一个查某人嘛伫面册社团刊文，表示23一家伙仔去到宝林地势用餐，结果食炒粿仔条的后生当厝就开始吐，隔2天吐到险休克，经上急诊，已经通报卫生局了解。呼吁民众若是最近捌去宝林地势用餐，有身体无爽快状况，一定要紧去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